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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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开课 ready go！ 哇，度假完哦，马上就接到任务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要不要去那边哦？台中？你做乜緊？不管，先出發啦。吴宗翰 ，Today's mission is to meet 吴宗翰。Who is 吴宗翰？哦，原来是小吴哦。I have to go to do what？ 小弟，终于看到你了啊！我来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哎 ，What are we doing？ 啊 ？What are we doing？ You told me to come to 台中，你叫我来台中。喂，你是不是没有？你们提供营要不要做嘛干哦？你不知道我们这次要做什么 ？No, that's why. If I knew， 如果我知道，我就不会问你。哇 ！What are we doing？ 你知不知道我们开课 Ready Go 最重要就是要经营餐车？为什么？啊？我们要来这边吃在地的美食啊，来这边看在地的民俗风情啊，最重要的是要用餐车把我们的客家文化推广出去，你不知道？这个我不知道哎，还好我很有经验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自己推车吗？头哥，我们要当 sales 叫卖啊！你没有看好最近的新闻，今天可能会下雨，台风来了啊！哎呀，头哥，那刚刚在想那问题，就如果台风天的话，要想点备案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风雨无阻，还是要出发了，懂吗？好，出发，我就听你的哦。那你现在知道做什么了吗？第一做嘛该嘛？好，坐餐车。OK， 好 ，Here we go，Let's get going。小欧，我们来这边干嘛 ？What are we doing here？ 啊，那做嘛该你就唔敌哦。我们要用餐车体验在地文化，推广客家文化啊。原来如此啊。